看它的根了，它根要爬出来，看看在这里来。我先挖这一部分。哇，那这个要把它拔起来啊？没有，还没有拔，这里，太深了，好了。啊，哇，超长哦，这根部这么长。我看看，这不够深，不够深了，还不够了，再一下子。好。老实说，我很期待以后我离开这学校以后，我回来也可以看到我当初种的这个苦练哦，那可以回想到在这里的一些美好的回忆。刚刚那位老先生魏其富先生，国小3年级的时候，黄老师带领来他们种的。其实他们几年前也在这里开过同学会哈。那现在他们都是70几岁的老先生。那他们聚会的时候，他们谈到当初他们种苦楝树的情况啊，我觉得那个场面还是蛮感动的哈，很多人都流泪了这样啊。哇，很大，哇，要2个人抱呢，哇，要种树的呢，以前都读国小3年生小学啊，先生佢做过了学校顺规排顺条爱种苦楝树。所以我甲规班的学生呢，起来做起来种苦楝树，种了啊，到了下就差不多67年嘞，等于按抬头。美国前年种树好严量，结果还没有量多啊。当然呀，苦楝树对安尼当然有感情啦，所以也要多种来抗癌苦楝树，等于按太重按可爱啊。苦楝树係綠葉喬木，春天開花，熱天一樹茸茸，秋天苦楝子熟的準黃色，寒天桂樹的皺皺，像是太陽的，係台灣的原生樹種。當年23年的家下，苦楝樹樹面紅慢慢的發枝，大概就像家電淺淺的吊在身面上樣的。看起來就像土嘅點點外邊嘅蔥包樣嘅，看到人得唔得到？想要看下佢開花嘅時，將嘅聲音。土松草路面下嘅2壓1，兩本書上有寫，架子像細亮嘅樣嘅，熟嘅係黃色，有很多金亮嘅。因前練書做得拿來寫詩詞，故所很多練。因為夾嘅樹皮、樹葉嘅銅筋、韓國字都有苦味，故所很多苦楝。你这是起床过后，就到庭院前面看太阳。坐在椅子上，望着这个苦楝树，看一看鸟的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行通，啊，因为树屏中央竹田乡，生意的时间乡下几乎没其他树的，这苦楝树比较多。过去多条的我来吃那个苦楝树籽，就是来怀念过去童年的时间。我们可以在下顺良了，同样的想法都提起这个过得非常的快乐了。我哋要拿个调沙，要做调沙沙，因为我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物资非常缺乏，
俺那有拄到12、13岁，营养唔拉白，冇东西吃。上班嘛，会自家去杀条诶，去做鱼诶，米吃自家个生虫诶，个必要个蛋白质。因为当时条诶成分多，会损害农作物，所以对条诶一种提议啊。现在因为有东西吃，唔是一杂塔多条诶。反正来欣赏条的，那种感觉比较好啦。所以我就对啊，本来种10条的，因为我摩天啊黑，现在剩到6条。我想我不用3条落去啦，不到10条，比较数目比较吉利啦，10全10美啦。我老一般来讲，也个发音讲苦练啊，个辛苦唔可以分享也个书诶。安尼客家人冇讲苦，一个苦练书诶苦呢，用一个米头诶苦，甜酸苦辣的苦，这个发音同样。所以讲啊，那个火炉中诶体验真少一个苦练书，客家人一般都苦练书不多。特别我哋一般要用这位利用一个胡莲树帕，要将胡莲树帕一般做带，做带以后就将中条贴落去，安尼胡莲树也不会冲烧，会发烧过后。安尼4个月后就可以退网了。熬下来嘅胡莲树树派会产生热气两种气体，热气系促进老化嘅一种植物激素，尤其果子就会合结熟。用胡莲树嘅树派来腌香蕉，系早上行人接上会用嘅其中一项方法。一个胡莲树的利用价值在乡下特别丰富啦，因为乡下交通唔便，无奈何起材料，只有将胡莲树做一个咱的自家不卡个研做研灯，民众不用客嘅。所以讲胡莲树对我哋客家人来讲是一种恩物啊，阿公，所以以前小时候你也是穿木屐吗？是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用钱买鞋子啊，我们都用就地取材，拿那个胡莲树，叫我们老人家做来给我们穿。因为按到胡莲两种名嘅，故说青岛族群都唔好两种树嘅，不过行人喊其胡莲。老石窟嘅窟发音无相同，文化感情咩无相用。胡莲树变成韩国建心嘅意思，行人系汉文化圈对胡莲树最友善嘅，一定会拿来利用嘅族群。好介意作家乡嘅当本呢，就有一条由30米公尺安高嘅胡莲树。喺台灣罕見安高安大條嘅胡蓮樹老樹誒，3年以上外嘅老樹嘅開花誒，
田就无按高嘅树诶，树身缩结，花开到像满天星斗样诶。虽然看到蒙线，是讲远远嚟看，咪真有风情。这张可能是咱全台湾上界高大，这有经过调查过。根据我所在，这张的迄个树龄差不多有180年左右，是阮顶本地方的一个地标啦。阮伫180年以前阮的祖先就搬来这个所在开发。阮阿嬷还会晓讲客，了后这个所在好多的人济人来，客家人变做闽南话。阮的祖先本来就是客家。早期阮遮的迄个建筑因为交通不便，拢用就地取材，所以这个也是苦练木头自己来做，这个也是。伊当阵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，你有钱买建材嘛，无法度来啊。这个架子原早的迄个名词是叫做饭刀架。是餐厅里面要用的放的东西，这台是阮老母的嫁妆啦，这已经100几年啊。这个饭刀架内底就是有伊的构造是3种的迄个木材，像这个拖这个部分，这就是可能的木材做，包括这个帮，这也是这个面顶这个帮也是，其他这是台湾块木，这是咱台湾的乌心石，有3种的迄个木材来构造的，有钱人才有这种东西啦，这样才能做这个嫁妆啦。用富莲树做出来嘅厝架硬货，伫客家中都还看得到。伫桃园新木嘅起步人，每行留地每个行家嘅下，用富莲树做嘅家中，初夜就看得出行人有几滴好食富莲树。那间屋放起差不多17、18年。前2年将上到来整理那间屋，因为那间屋改良是鱼的时代，我本人还有参加那种的歌唱啦，所以那份感情对那间屋来讲，唔盼得来拆退，所以会保留下来。以前农人家做的时代，那位农人家钢铁喊你会转来做那天鞋啊。喊你就到农人家田就做啊，不每年时间，农人家走了以后啊，你田冇做，田都不人做。有虫啊！有虫在里面啊。虫在这里吗？嗯。虫呢？富莲枝掉前来时，天荒啦、旱汛热上的程度，因为富莲树木材上路夹又强，汉人的厝开地都用富莲树来做的程度。
咧厝系头排老人家留下来的，嗰种时咧也冇变相，所以菜全从变来厝度种，所以咧历史应该有50-60年以上。咧嗰种时咧用富莲树作为个头像。富莲树嘅好处係強，含袂住，所以安尼客人做嗰種嘅厝開會用咧富蓮樹來做。咧杉厝係我咩嗰種時嘅家裝。應該也有50-60年以上嘅個歷史咧。以前咧，人結婚家頭全部家長啲都先有那種嘅杉厝。也看那種嘅紋路是啲咧係用富蓮樹做先嘅。我說常常聊天是會轉來也會大，所以。已經慢慢上門嗌以前啲狀況嘅成年嘅時節嘅事情啊，你要不要以後要不要住阿公這邊？要啊，他很喜歡在這裡。你睇你當到富蓮樹啲啊，阿公同你看啊，你見到富蓮樹啲啊，你有看到啊？啊？有看到富蓮樹啊？富蓮樹係東北大嘅樹種，10年邊呢就上到愛良技術為地內南安太頭。文理大方嘅一些，充滿喜氣。我妈妈是竹东的客家人，我爸爸是闽南人。我8年前从西部回来台东，6年前开始从事木头的这个工作。苦楝树有分为油楝跟一般的苦楝树。油楝它带红，颜色比较讨喜，它的质地比较细密，普通的苦楝树它就比较松散一点点。所有的木材或者竹子，我们在砍伐的时候最好是秋天跟冬天。如果说春天跟夏天，因为它在成长期。木材里面的本身它会含糖量比较高，蛀虫就容易比较吃。比如像如果说像有些像相思树是不管任何时间砍伐的都是蛀虫。但是苦楝树你采收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如果对的话，它完全就不容易长虫。甚至那个白也不太会吃，偶尔吃它只吃到白标的部分。就少数几个洞，我刚刚有剖一只木头，它是冬天所采收的嘛，所以那只完全都没有蛀虫。这一块木头来讲的话，它年轮非常的大，你看它一个年轮，有的时候甚至到2-3公分，一年就代表已经长了2-3公分，这么宽1尺多的木头，大概超10年就长这么宽了。我们就可以去裁切做壁板或做衣橱这样等等。其他的木种来讲的话，可能要30年、50年甚至100年，它才办法成材。苦楝树它还有一个很好优点是说，它在平地就很容易取得。那可能在屋子旁边就有苦楝树了，而且成长很快。它干燥度很快，半年它就干燥，就可以开始制作了。
苦楝树我真的个人非常喜欢，它的纹路啊，它的质地啊都非常的棒。啊，再来它对环境的冲击啊，对应其他的木种啊是小很多。行人同苦楝树看作係客家文化嘅一部分，唔但將當意思苦楝樹，要同其共生。苦楝樹四時八節嘅變化，行卡係講中人，當然春天、夏天、洛陽、四天，一定好嘅參考指標。一般来讲，咱会找个农民落乡哈，知道个年月初，你会来打天呐，打到年月底就看，天那下又出任么啊，个苦楝树又白芽芒啊，又爆芽芒啊，到爆芽来哈，就差不多30岁真甜的啦，差不多做这4天的啦。自我降天到近15年哈，苦楝树开发哈，就是讲非常的准啦，几度开发以后，那个秧苗插下去哈，死落去，后边去浪死的机会是袂下细啦，个某早去节气行的时阵哈，又拄到寒流的时间，袂让死了袂死的哈，会秧苗的损失跟那个插秧工的损失，这样子就是蛮严重的啦。苦楝樹開花時節係春季嘅親密一個節氣谷雨。清明團雪，谷雨團霜，春暖大地，係充滿生機同希望嘅時節。一出名嘅作家鍾理和，祖孫3代人都當隔意苦楝樹。見苦楝樹開花，做孫嘅曾孫們就會銘記其3代人同苦楝樹嘅緣分和個感情。也可以讓佢考試還嚟做好嘅時間，我爸爸已經過身咧。一開始企業大家一個規劃嘅時間，大家就想講甲鍾理和其實要改好苦楝樹，雖然講伊也文章地位無特別寫到，毋過我爸爸嘅口述講安尼講嘅時間，伊講其實阿公要起好苦楝樹，我爸爸自家又栽滿好苦楝樹，所以就想講咁我就來種苦楝樹。伊後生時期寫嘅一篇文章叫做《蟬變》。這篇文章其實就企業寫講伊發病以後，伊冇辦法行路嘛。佢喺我阿公鍾理和言兩之下就冇辦法行路，2個人就面衝鋒，然後就想講咁好，我哋來比賽一下，可能萬人先好起來，可以先行安尼。阿公先好起來，我爸爸就冇辦法，就一直面衝鋒，冇辦法同一時間，你的聽覺會變得很敏感。因為伫在講阿公跟阿媽還有我的阿嫂。延期嘅發現地位種樹誒，阿姨可以想講我咱們想家家嚟好起來，我想要加入園鄉下種樹誒，打造一個自家細細嘅小花園。我嘅爸爸鍾天林以前有寫過一篇文章，叫《苦楝樹》，都有講到沿海細嘅時節，其實我哋這片嘅附近其實有苦楝樹，係這個嘢本一個葉婆扭走嘅，然後葉婆聽下似苦楝樹風乾，這個嘢是黑嘅，所以佢下個土壤後來有一段時間，其實也住卡附近嘅苦楝樹，其實都話差唔多嘅，所以佢有一段時間冇看到苦楝樹，等到開始想起講哎呦頭擺。那卡附近其實有苦楝樹一件事情。爸爸其實改好苦楝樹啦，而家就講嚟講
有一摆伊跟妈妈上下去台东来旅行，就看到一条按太条的一条苦楝树，伊讲啊，水芹怎么将，过上单眼的来看一条苦楝树。因为伊刚我都讲啊，也属于就像人用的，就像伊阿老朋友，久的无看到的，我想念啊来的时节，伊就按样的拄好来甲伊看一下，来看老朋友老啊嘞那种心情嘛。阿公嘅苏作嘅。还能用苦楝树的素材来做的，因为安尼伊咩好苦楝树，我要感觉到讲啊，伊好苦楝树的一个感情，其实这么难，那所以其实变成讲啊，俺人其实每位对苦楝树有一种个特殊的情感。那爸爸还能前2年的时间。伊啊，也个两过去开刀，佢系有朋友邀我讲啊，来到台东来做一啲讲座来分享哦。我就问爸爸讲，家嗰条苦楝树比较钱呢？啊，过去我就讲，我有钱到哦，系啊，佢就系跟爸爸讲，家等好诶，等修养好诶，家我能再来去看苦楝树，系伊咩讲好，就伊回答到嗰种，就是很迅速啦。冇办是讲啊，没有迟疑，就讲好啊，俺能落去看啊呢，嘿啊，所以就变成讲啊，好像就变成一种约定吧，就讲嘿讲就好啊，俺能去讲下去哦，不过就怪可惜啦，就来唔切。不过看到书的其实就怪欢喜啦，我刚刚都讲啊，其实我还能强用来完成一个约定，就代替他来看他的老朋友。一年春啊。暖又强，春风吹至江南，风啊无空，杨闹翻，夜下清波落银币，江云乡。金里长，云天外，莲似土，芙莲林中，冬夏初。芙莲，芙莲，芙莲呐。芙莲，芙莲，福气来莲。芙莲，芙莲，芙莲呐。芙莲，芙莲，
我们这边村子是客家村，就发现到这个炼树很多。这个炼树叶，听老人家讲，它就是天然的一个洗洁剂，它可以漂白作用嘛。因为以前工作的衣服比较脏啊，他们就浸泡，就拿来当做那个洗洁剂。富莲树有丰富的生物碱，其低度的氨基两种成分，有同东西洗到拍枪的效果，也种提醒成就人类文明的一项传奇——私厨工艺。畜产的来起司是中国老头牌同重要的发明，最早记录在2500年前的朱理东关考工记。南宋时期的宫廷画家梁楷画的清참图，当优秀的同老实人厨师品质的过程留下来，蒸出来的참丝，听说要用富莲树的火灰落水，用到大幅度煮比滚来，按你참丝表面烘的高，才会磨脱。这种加工方式，一切用到圈态化学发展起来过后，将天天的模样。是讲，这还冇办法代表富莲树其所有的用途。我36歲嘅時候，我爸爸肝硬化，我是然後我工作病態，我特別用做消防工廠監控系統。嗰日我自己去當到藝人去看戲去看綜藝，好壞，父母我是從有機素材分去食，去食差不多3年以後。其實健康起來，種菜種差不多10年嘅下，都有大問題，是菜嘅生長障礙。上毛鋪啊，父母我上到乜嘅叫我，少叫我。我種有機蔬菜嘅下冇乜嘅好放鬆嘅，是嗰種辣椒水啦，嘅隻薄荷啦。效果冇好啦，葱當多啦，種有機蔬菜最驚是葱啦。我平常是用普通的配料嘛，種10年以後，耐地維度啊，欠乜嘅欠微量元素。你化學嘅東西用唔得啦，我想講燒啊，佢係緊啊，當心來，佢會吸收當到嘅養分，佢也有微量元素。我地道嘅行，我是記了到燒打水，做配料來煨落去，3年嘅問題我全部解決。燒係薄啦，我爸爸就用來講，佢頭擺就用來連燒啊，來掃啊水跌下來用苦楝木水做得放鬆，我是在想用人來提煉也苦楝木醋液，從啲按太寬來飆落去，然後放豬肉來本佢燜燒出來佢就水蒸氣，拄落個冷空氣佢會跌下個水來。cái水是係苦楝木醋一樣嘅。這是煉樹嘅木醋液，摻水50倍來，和噴落個天來，和蔥、老卵全部會洗脫，又符合有機的標準。我用啲苦楝木醋液用15年啦嘅。富蓮樹像個種落個木筍當好用啊，
特别卫生模糊吼，当到蛔虫啊，俺爸爸妈妈吼是那个苦莲子啊，来吹为水，和泡水，啊本来就成日人饮啉落，啊啉落个都市的蛔虫是会排出来人。真的俩种下吼，你顾天顾地顾爸爸妈妈，俺父母亲本来当到福气，本来安居乐业，俺嘛来照顾到去终老安尼啦。对富莲树方炼出来嘅富莲树，做得透视家中害虫，无就会用唔识行开嘅效果。秋天到来，树会风打出1000担富莲子，听听时节嘅变化，富莲子会伫青色转做金黄色，再个转做咖啡色，青米变成橙咖啡色。早期看到农人在田间工作的时候，然后我路过，我就会问他们说，以前当他们小时候也都要负责要去捡这些炼树枝。我说：“那你捡炼树枝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都要泡水啊，泡水之后呢，然后就要拿去田里面去撒，这样子田的虫就比较少。”好，原来它有除虫。这是小鸟最喜欢的苦莲子。像这个季节的时候啊，它已经开始熟了。一大早，大概天微亮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一群的乌头翁，它的叫声就是巧克力巧克力，很快乐，所以就知道说一群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只有冬天会出现的红嘴黑鹎。它会喵喵叫的，然后就整群飞过来，然后就黑压压的哦，然后就会吃。这个就是小鸟吃完的，它就会慢慢在这边吃。吃完之后呢，它们通常还在肚子里，那有的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像这个它就已经啃完了。像这种的，它就很容易发芽。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在乡村地区是一个很共生的植物，它会吸引很多的鸟类。那鸟类来这边呢，事实上也有驱虫的作用，还是会有这样的效果在。没看到嘞，鸟也吃饱了。富莲子应用炼色记录土神农本草经这本书方，写讲炼色、米腐、人带、杀三虫。本草纲目这本书方没有记录。富莲树有公的、麻的两种，公的模子金黄色油土，麻的油脂拿来做药。然后这个炼树枝，其实我小时候很好奇，然后也会去把它拿来吃看看，结果苦苦的。因为苦莲子它本身有果肉，那果肉如果这样子种的话，它不容易发芽。它通常是要小鸟啦，小鸟吃过之后呢，从它的位置发芽率是最高。那我要大量的话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剪了之后把它泡水。去这些果皮跟果肉。建筑人动硕树嘅土地是富莲树枝，佢希望佢自家像条一样嘅，从家乡同富莲树人约出去。
想要同杭州生意的家下嘅苏拿经商恢复倒转来。万安村是一个客家庄，原菜认证以内都是富莲树，故所落地名按到太苏拿。菜地嘅万安国小就含有20人头落富莲树。安尼，这条师生对原菜嘅富莲树呢，就加添动度想象。我是93年来到万安国小的，然后那时候一进到学校里面，就被这一片苦楝树还有背后的蓝天吸引住。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苦楝，我只是觉得说这一排树真是漂亮。然后校长就跟我们讲说这是苦楝，然后我就去观察说这个苦楝树真的是一个四季分明的树种，不管哪一个季节在拍苦楝树，真的都很漂亮。那冬天果实掉尽了，然后它好像就死掉了一样，然后整个都是枯枝，那个姿态也非常的美。那我觉得苦楝树怎么欣赏四季都有它不同的美感。那我也会去抱一抱树，然后就觉得说啊，有一个生命在这边这么久的岁月，然后我可以在这边跟他一起带着小朋友一起成长，我觉得这一次非常感动的事情。这些老树其实也是校友种的，所以暑假、寒假，当我在学校值日的时候，其实常常会有校友回来说，这些苦楝是他种的，他要回来看一看。他说他那时候整个学校这样种一圈，大概是47棵。今年呢，在请小朋友在做调查的时候，这样数一圈下来，活着的老的苦楝树只剩下22棵。那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会想要带小朋友去种树。在地上找找看，哎，很好，李克杰就已经捡到3颗了。哦，这种就非常好。啊，5颗，你只有4颗而已，我也只有4颗。好，你可以分我1颗吗？这一颗很大、很圆、很饱满，这种比较好。一方面是树老了死了要替换，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希望小朋友他10年、20年，当他回到学校，还有一个跟他生命连结非常深刻的东西在这边等他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种苦楝树嘅传统，在万安国小已经脱产几20年呢。今测到2014年，终于开始帮学生嘅来种苦楝树。苦楝树园有创人，19点入学生嘅心肝头都样嘅，希望将来继续同学校地度开花大枝。这里是时尚的大坡池。那小时候大坡池其实就是一片的水，汪洋大水一样。我们小时候都叫大碧海。那后来开始要发展观光，那我就很伤心。我小时候的大坡池回不来耶，怎么办呢？朋友就说：“你可以去种树啊，池上怎么没有？就苦楝树最多啊，太好了。”然后我就开始很勇敢的，我就真的很认真的撒了很多哦。上千个吧，不知道，反正就一包一包，只要有空就过来撒。好，后来呢，我再去看的时候，哎，发现到有苦楝树小苗长出来了，慢慢有稍微大一点的，就这样子呢，存活了大概。应该不到5颗吧，但是我已经很高兴了哈，有1颗起来，我就觉得我撒了那么多种子，里面就有那个希望，所以后来我就会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收集种子，然后就做一个种树的人这样子。
對從細就佇婦聯書那高熱嚟嘅建築人來講，婦聯書係佢同韓世界下影響嘅感情連結。26年來，婦聯書係佢生命當中親難填平體嘅風景。其实不容易耶，所以你会看到一棵树，它为什么要大量的种子？它的种子下来之后，它其实就是一种扩燃率，它能够发芽呢，然后到顺利长大呢，都是经历过大自然的一个考验。那这一棵是等于是我撒下了最起码上百颗种子哈，然后存活下来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是说我是在这里面呢非常认真，而且运气算比较好的。那其他的呢，就只能够牺牲掉了。婦聯書唔驚寒，唔驚風，唔驚做天寒，係東南面嘅樹種。就算安尼，佢唔單止愛克服大自然俾嘅嚴嘅考驗，咪愛當好福氣，閃開螢火，才會有機會安然自在嘅成長。乔木它是一个树干挺直上去的，可是呢，它在小棵的时候呢就被腰斩。那腰斩之后呢，它就会开始这样子岔开，然后岔出来呢，算是比较幸运，就没有再被腰斩了，所以它就可以一路上到它的高度够的时候呢，它才会开始开枝，然后就像一颗大伞一样。像这个外皮很好玩，它就这样子裂开，然后裂了完了之后，这边呢，它是分出来，然后这边又分开。它每裂出来之后呢，它还会再合并在一起，然后再裂开，就像那个网子的伸缩网一样。所以呢，它就会这样慢慢帮它撑大，然后真的撑不住了，它就会断裂，它就会直接剥落，变成它本身的养分。其实这棵树是很有感觉，就是我撒了一大堆的种子，里面呢，仅存的一颗，你看那么大，已经快30年了，所以真的是，非常的感恩，他那么认真，看从这边就被截枝了，可是呢，2根的那个树干都那么大，所以我每次来我都会来抱它，然后他都会说，你看我在这里，而且风很大，这个地方刚好是池上风最大的那个风口哈，所以他就可以见证说，我可以在这里那么认真的长大。婦聯書同影響下，經常愛寫假前言，都見韓書到富了特斯嘅連累，青島人唔好，我就唔識記。雖然喺台灣田種下嘅婦聯書已經小家當道，面對未來啲環保生態農業見來見顯嘅野蠻，希望會有更加多人來了解佢，要同大家創造更加多嘅環境價值。